受傷就冰敷，呢個係咪一個最好嘅選擇？扭傷腳踝，冰敷；拉傷肌肉，冰敷；運動後酸痛，你都係冰敷。咁你知唔知連提出 RICE 理論嘅 Dr. Gabe Mirkin 都係2013年重新評估咗呢個方法？咁佢就話冰敷有可能會延遲恢復。咁當你受傷嘅時候，身體會啟動發炎嘅反應嚟修復翻我哋組織嘅。咁就包括白血球去清理受損嘅細胞，同埋增加血流去供應營養。咁研究顯示咧，冰敷會影響血流，咁就影響白血球去到受傷嘅位置，從而咁樣影響咗恢復嘅過程。咁都有一個2011年嘅動物研究，咁佢哋肌肉受傷28日之後，咁冇冰敷嘅同埋有冰敷嘅，冇冰敷佢嘅再生肌肉係多過有冰敷65%。咁當然呢個係動物研究，咁人類嘅研究可能仲要多少少時間去證實呢一點。所以好多人都會考慮 ARETA Active Recovery is the answer， 即係我哋主動恢復。咁輕微嘅活動可能有助於加速血液循環，幫助淋巴系統排除廢物。咁攞扭傷腳踝嚟做例子，我哋可以用筋膜球做少放鬆附近嘅肌肉，同埋增加血液循環先。佢可以做啲簡單嘅靈活度訓練，但係如果個動作可以令到你受傷位置再更加唔舒服嘅話，咁就要停止個動作啦。咁最後就可以做翻啲穩定性嘅訓練，去練翻附近嘅肌肉。咁冰敷係短期內減輕痛楚係非常有效嘅，咁但係對長期恢復可能冇你諗到咁有效。